1999年，新光宝泉发生监守自盗案，到1月7日，警方确定偷摕总价值新台票3亿美金甲现金的嫌犯，就是金库的副主任辛耀光。伊一个人将这钱驶运钞车载出金库，较无30分钟后，佫驶车转来，2分钟后就完全失去踪影。这大案件，辛耀光逃亡到即马已经21年啊，人甲这个钱拢下落不明。2016年1月7日，北韩宣称讲头一摆氢弹试爆成功，这个消息互国际着惊。南韩进前测到北韩境内发生瑞士规模5.1个地震，怀疑可能甲核武试爆有关系。南韩全军警戒，各国嘛咧谴责北韩，连甲北韩真好的中国嘛发布声明，坚决反对北韩进行氢弹的试爆。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中国嘛希望讲北韩爱有暂战。